一起新人新鞋攰到新人新手攞起新手機睇一手新聞新升班，諾定咸森林嘅諾定咸新聞好多諾定咸新人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咧就係順聞廣播就第3集嘅。今集咧開場白就特別少少啦，因為咧呢首歌其實就係22年啊，諾定咸森林啊重返英超嘅時候啦。咁當時小弟作嘅一首歌就叫做《深沉的森林》嘅。咁但係今屆森林方面咧就唔單止係深沉啦，就直情係非常之咁陰沉添啊嚇，氣氛都好陰沉嘅森林啊。今個禮拜咧就森林將會對住咧就係紅魔鬼曼聯嘅賽事㗎。咁當然啦，曼聯嘅球迷方面咧，哇，最近啲笑容幾咁甜美啊！首先要講聲恭喜你哋先啊，事關紅魔鬼咧就已經連贏3場賽事㗎啦，上場亦都能夠咧就擊敗咗呢個咧就白禮頓嘅。唔夠膽話睇得非常之好，但係就最緊要係入到波同埋贏到波先啊嘛。咁啊，最近球隊咧就最緊要個把握能力方面啦，改善唔少啦。尤其是呢隻大紅人啊，綽號 LBJ 嘅球員啊，就安保姆方面咧，其實上場就梅開二度啦。咁啊，全場賽事咧，其實曼聯嘅 expected goals 方面咧，就只係得1.3球嘅啫。即係正常情況底下咧，入球嘅期望值就只係1.3球，但係最終入咗4球波，可以見到咧就成班波嘅入波啊、信心啊、士氣咧都好翻好多噶啦。咁相反就非常之咁陰沉嘅森林方面呢，嗱雖然就已經換咗領隊啦嚇，大治已經上咗任啦，咁希望佢咧鞏固翻球隊嘅後防線啦，咁仲要上任第一場波響歐霸杯啊，亦都能夠2-0擊敗咗波圖，但係就上場嘅英超賽事方面啦，亦都係0-2啊輸咗俾呢個咧就班尼茅夫嘅。似乎球隊咧就把握能力比較差嘅問題方面咧，暫時啦一時三刻都好難咧就盡快可以改善得到住嘅。咁所以咧就呢方面我都唔係話太睇好森林啦。呢場賽事就算有主場都好啦，未必真係可以就抵禦得到曼聯啦。要我揀的話咧，我個人都係比較咧就對曼聯有信心，應該就可以咧就3連勝變成咧就4連勝嘅。咁大家就拭目以待啦。咁另一場要講嘅波方面，一定係小弟最愛嘅德甲啦，因為我仲有另一首歌叫做《我需要睇德甲》咁啊，係咪先？咁啊，今個禮拜咧，我需要睇德甲係睇邊場德甲咧？就星期六深夜啊，1點半鐘開波嘅超級大戰啦，就拜仁啊對住利華古信嘅比賽嘅，亦即係上屆冠軍啊大戰前屆冠軍嘅。咁當然啦，就首先要恭喜拜仁啦，周中咧就呢個德國杯都能夠贏波之下咧，就啱啱破咗 AC 米蘭嘅紀錄啊嚇！即係 AC 米蘭就92到93年嘅時候咧，就試過開呢咧響各項賽事咧就連贏13場比賽嘅。留意啦，係計晒各項賽事啊，唔係單計聯賽。咁但係咧，拜仁就已經係14連勝噶啦，咁所以就恭喜晒佢哋啦。咁加上都成為咗本球季啊25到26年度嘅球季方面啦。歐洲5大聯賽第一隊波入球嘅數字方面啦，可以衝破50大關嘅，真係犀飛利。咁所以就今週方面啦，對住利華古信，照計入波都唔需要咧就特別去擔心噶啦。咁相反咧，就今集就想重心啦分析一下咧就利華古信今屆嘅表現啦。咁利華古信大家知道啦，啲主力咧呢兩季都走咗成大半隊波啦，留翻就大概3至4個啦，昔日嘅主力喺度咁解啫。譬如基馬道啊、塔蘇巴啊，就安達希幾個強喺度啦，其實都走晒嘅啦。咁但係就勝在一樣嘢啦，季初頭2週咧就見唔對路，即刻炒咗咧就光頭佬呢個坦下啦，咁樣就兜咗佢啦。結果咧就而家換嚟咗一隻曉文 Sir 上任嘅年代咧，聯賽單屆聯賽咧就5勝1和不敗嘅，非常之強勁嘅走勢。咁但係呢場賽事咧最擔心係咩咧？始終對手強啊嘛。早排有場波就輸得好大鑊嘅，但係唔係聯賽啦，就係歐聯嘅賽事。當時球隊就2-7啊，慘敗俾呢個咧就巴黎聖日耳門嘅。嗰場波球隊就好堅持一樣嘢啦，就要求一 pair 中堅咧喺後場用波啦，甚至乎希望憑住中堅嘅個人嘅能力啊，去將個波咧就盤上去前半場。大家聽到都知道出事啦，係咪先？尤其是對面巴黎當時，哇！中前場動成5-6個人喺度，仲要個個都係快馬嚟嘅。結果出晒事，亦都慘敗一場2-7。咁若然呢，就呢一場賽事啦，曉文 Sir 仍然未吸取到咧就上次教訓的話，仍然堅持一貫應付歐洲頂級勁旅嘅打法的話咧，咁後防想唔失波咧就當然係非常之困難啦。
咁最就門將費根方面啦，反應佢就快嘅，彈跳力都強啦。咁但係有啲出型啊，尤其是器官出型嘅決定方面呢，亦都唔算得話就十分之成熟。相反就進攻方面啦，咁我對於利華古遜呢場賽事能夠取得入球呢，相對上都係比較有信心啲。雖然今屆就啲主力咧好多都走晒啦，包括沃斯都走埋啦，我都好傷心啦，冇計啦。咁但係咧就換嚟一班嘅新嘅球員方面咧，勝在就年青啦、有活力啦、有速度啦、有朝氣啦，一班咧就所謂嘅潛力股嚟嘅。咁當然就個別啦，拉屎一兩腳方面嘅火候就未算話特別好啦。咁但係就以球隊嘅今屆嘅活力咁計啦，再加上亦都有個基馬道呢個罰球大王喺度啦，咁照計都有能力可以咧就衝破到一隻拜仁慕尼黑嘅防禦網嘅。基馬道仲要加盟利華古遜啦，呢幾季啦3季以嚟啦，剛賽事入咗成8個罰球，單計今屆入咗4個罰球噶啦，3邊戰線德甲、德國杯加埋歐聯都先後試過咧，就本球季嘅罰球直射破網。咁所以若然咧就響前場嘅位置啦，危險地帶搏到啲射程範圍嘅罰波的話咧，話唔定利華古遜又係屬於佢哋嘅叫糊時刻噶啦。咁所以個人認為呢場大戰方面咧，應該入球數方面咧問題就不是太大噶啦。約定各位啦，星期六啊深夜1點半鐘開波有場德甲超級大戰啊，就拜仁對住利華古遜，耶！我哋下次再傾過 ，yes。